痴呆症不是突然哪一天醒来才发生的，而是你每天的一个小小习惯，在把脑子推向深渊。我行医30多年，看过太多家属坐在诊间里，哭着问我：医生，我妈妈明明前2年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不认得我了？我总是叹气，因为我知道这不是突然发生的，脑部的退化早在10年甚至20年前就已经悄悄开始了。很多人以为自己孩子很健康，记性偶尔不好，只是老了正常。但事实是，当你开始察觉到记忆力下降时，你的脑细胞可能已经损失了30%以上。这就像房子漏水，等你看到天花板滴水时，墙壁里面早就烂透了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4个习惯。这4个习惯看起来很平常，甚至很多人认为是养生，是好习惯，但实际上他们正在一点一滴地伤害你的大脑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些习惯在台湾的长辈之间非常普遍，特别是在彰化、云林、屏东这些地方，我遇过太多这样的案例。我不是要吓你，而是要告诉你真相。因为只有了解真相，你才有机会改变。在接下来的每一个部分，我不只会告诉你问题在哪里，更会告诉你具体该怎么做，一步一步带你走出危机。请记住，别让这些影片成为你每天滑手机的背景音了。这是关于你的未来，关于你是否能清清楚楚地陪伴家人到最后。如果你真的想保住清楚的脑袋，请听到最后，不然错过一个重点，可能让你后悔一辈子。让我知道你正在从哪里收看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请在下方留言，提出你可能有的任何问题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能收到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认真看这一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在谈习惯之前，我们要先了解一件事：你的大脑虽然只占身体重量的2%，却要消耗全身20%的能量。想象一下，脑就像台北市的捷运网，每一条线路每天都在高速运转，只要停一下，全程都乱。这就是为什么大脑这么脆弱，也这么需要照顾。很多长辈觉得年纪大了就该慢慢来，吃清淡，少动脑，以为这样是在养生。但其实这样做反而会让脑子退化得更快，因为大脑有一个特性叫做 use it or lose it， 你不用它，它就会自己关掉。我们的神经细胞外面有一层保护层，叫做髓鞘，就像电线外面的绝缘皮。如果你的饮食缺乏好的脂肪和蛋白质，这层保护就会变薄，神经传导就会变慢，你的反应、记忆、情绪都会受影响。而且脑细胞之间的连结叫做突触，它们需要不断的被刺激才会维持。你如果每天都做一样的事，不跟人说话，不学新东西，这些连结就会慢慢断掉，就像没人走的小路会长满草一样。所以保护大脑需要什么？需要良好的社交互动，适当的身体活动，充足但不过量的睡眠，还有营养均衡的饮食，特别是好的脂肪。这些不是理论，而是我在门诊里每天看到的真实状况。有些病人听了我的建议，改变了生活习惯，脑子真的变清楚了。有些人不信，几年后就坐着轮椅回来找我。接下来我要跟你讲的4个习惯，每一个都是我在诊间里见过无数次的真实案例。吃得太清淡不是养生，是在让脑子慢慢饿死。我知道这句话听起来很吓人，但这是事实。很多长辈因为怕三高、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，就开始拼命吃得清淡，不敢吃肉，不敢吃油，连蛋黄都丢掉。他们以为这样是在保护身体，但其实这样做最先受伤的就是大脑。我在彰化、云林、
屏东看过太多这样的案例，有些阿公阿妈每天只吃白粥配酱瓜，或者就是烫青菜、豆腐，连一点肉都不碰。他们觉得这样很健康，但过了1-2年，家人就发现他们开始忘东忘西，脾气变差，反应变慢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大脑需要3种关键营养素。第一是蛋白质，蛋白质是制造神经传导物质的原料，像是多巴胺、血清素，这些物质控制你的情绪、记忆、专注力。如果你不吃肉、不吃蛋，这些物质就会不足，你就会容易忧郁、容易忘事。第二是 Omega-3 脂肪酸，这是组成脑细胞膜和髓鞘的主要成分，就像盖房子需要钢筋、水泥一样。深海鱼像是蒸鱼，秋刀鱼里面就有很多 Omega-3，但很多长辈嫌鱼腥、嫌有刺就不吃了。第三是维生素 B12， 这个维生素只存在于动物性食物里，像是肉、蛋、奶。它的作用是保护神经，缺乏 B12 会导致神经病变，严重的话甚至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。吃得太清淡会发生什么事？你的髓鞘会变薄，神经传导变慢，所以你的反应会变迟钝，走路容易跌倒。你的多巴胺不足，所以你会变得容易烦躁，没有动力，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。你的记忆力会下降，因为脑细胞没有足够的营养来维持功能。我有一个病人住在台中后里，他每天只吃烫青菜和白饭，连油都不放。结果不到2年，他开始怀疑家人偷他的钱，晚上不睡觉，白天也不想出门。家人带他来看诊，我一验血，发现他的 B12 几乎测不到，蛋白质指数也偏低。我告诉他，不是他的家人有问题，是他的脑子饿坏了。所以正确的饮食应该是怎样？每天吃1颗蛋，连蛋黄一起吃，蛋黄里有卵、磷脂，对脑最好。每周至少吃3次深海鱼，像是蒸鱼、秋刀鱼，不用吃贵的鲑鱼，台湾本地的鱼就很好。豆腐可以吃，但不能完全取代肉，每天还是要吃一点瘦肉，鸡肉、猪肉都可以。用好的油，像是苦茶油、橄榄油，不要怕，有脑需要好的脂肪。从今天开始，请在你的餐桌上重新放回1颗蛋、1块瘦肉，这不是放纵，这是对你的脑子负责。长期不说话，比每天抽2包烟还伤脑。你可能觉得这句话太夸张，但研究已经证实，社交孤立对大脑的伤害不亚于抽烟、肥胖这些我们熟知的危险因子。说话其实是大脑最复杂的运动之一。当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，你的大脑要同时做4件事。第一，语言区要运作，把想法变成文字。第二，逻辑区要运作，组织你要说什么。第三，情绪区要运作，判断对方的表情和语气。第四，记忆区要运作，回想相关的经验和知识。这4个区域同时运作，就像在做脑部的全身运动。但如果你长期不说话，这些区域就会慢慢休眠，最后萎缩。我在板桥见过很多独居的老人家，他们住在小小的公寓里，每天就是看电视、吃饭、睡觉，一整天不跟任何人说话。一开始他们只是觉得孤单，但过了1-2年，他们开始出现一些症状。他们变得不信任别人，怀疑邻居，怀疑家人。他们反应变慢，问他们问题要等很久才回答。他们不想出门，觉得外面的世界很可怕。这些都是大脑退化的早期指兆。社交越少，退化越快。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全球的研究都证实的事实。人类的大脑天生就是为了社交而设计的。当你失去社交，你就失去了大脑最重要的刺激来源。那该怎么办？
我给你指个非常实际的建议，特别是和台湾的长辈，去公园听别人下象棋、下围棋，你不用自己下，光是在旁边看，偶尔讲两句，就是很好的脑部运动。去市场买菜，跟老板聊天，问问他今天的菜怎么煮，哪个产地的比较好，这种日常的对话对脑的刺激非常大。去庙里，去社区活动中心，台湾的公庙和社区中心通常都有很多活动，像是唱歌、跳舞、共餐，去参加就对了。如果真的出不了门，至少每天打电话给3个人聊个5分钟也好，坚持每天至少跟3个人说一句话，不要小看这个目标，很多独居长辈连这个都做不到。记住，说话不只是为了交朋友，更是为了保护你的大脑。嘴巴越不动，脑子退得越快。不要等到有一天连话都说不清楚了，才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多跟人聊聊天。从明天开始，出门去跟人说说话吧。每天睡超过9小时，而且醒来还是累，这不是休息，是警讯。很多长辈退休以后，觉得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，每天睡到自然醒，中午再睡个午觉，一天睡10个小时以上。他们觉得这是享福，但其实这可能是大脑出问题的信号。我要先说清楚，我不是叫你不要睡觉，睡眠对大脑非常重要，特别是深层睡眠的时候，大脑会进行自我清理，把一天累积的废物排出去。但是睡眠有一个最佳范围，就是7到8小时，睡太少不行，睡太多也有问题。为什么睡太多会伤脑？第一，睡太多会让大脑的活动减少，脑子就像肌肉，你越不用它，它就越弱。如果你一天睡10几个小时，清醒的时间只有10个小时，大脑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、去记忆、去运作。第二，睡太多可能是脑血管疾病的早期指兆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嗜睡其实是中风、脑血管阻塞的前兆之一。如果你明明睡很多，但醒来还是觉得很累、头昏昏的，那你一定要去检查。第三，过长的睡眠会打乱你的生理时钟。人体有一个自然的日夜节律，叫做昼夜节律。如果你睡太多，这个节律就会乱掉，你的荷尔蒙分泌、体温调节、细胞修复都会受影响。还有一点，很多人不知道，午睡太久也有问题。很多长辈吃完午饭就躺下睡2、3个小时，结果晚上睡不着，半夜爬起来看电视，生理时钟整个乱掉。那应该怎么睡？每天睡7到8小时就够了，不要刻意多睡，也不要硬撑着不睡。午睡最多20到30分钟就好，短短的午睡可以恢复精神，但睡太久会进入深层睡眠，反而让你更累。如果晚上睡不着，不要硬躺在床上，起来走一走，听听音乐，等真的困了再去睡。如果你白天还是一直想睡，或者睡再多还是累，一定要去检查脑血管，这不是正常的老化，可能是血管堵住了。睡得刚刚好，比睡得很多更能保护脑子。记住这句话，你不动脑，脑子就会开始删资料。这不是比喻，这是真实发生的事。我们的大脑每天都在做一件事，就是决定哪些神经连结要保留，哪些要删除。如果一条神经路径你很常用，大脑就会加强它；如果你都不用，大脑就会把它删掉，就像电脑删除不常用的档案一样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长辈退休以后，明明没有压力了，脑子却反而退化得更快，因为他们每天做的事都一样，不学新东西，不接受挑战，大脑觉得不需要那么多功能，就开始关机了。我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我老了，学不会了。很多长辈拒绝学用手机，拒绝学电脑，拒绝尝试新的事物，他们害怕失败，害怕丢脸，所以选择待在舒适圈里。但这个选择
正在加速他们的脑部退化。不动脑的习惯有哪些？每天就是看连续剧，一看就是10几集，内容都差不多。只玩一种游戏，像是只打麻将、只下象棋，从来不尝试其他的，什么事都交给子女做，自己连提款机都不愿意学。每天走同一条路，吃同样的东西，做同样的事，这些习惯看起来很平常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缺乏新的刺激。大脑需要新的挑战才会成长。当你学一个新东西的时候，大脑会建立新的神经连结，这个过程会让你的大脑保持年轻，保持敏锐。那该怎么动脑？我给你一些非常简单是和长辈的方法。换一条路走，如果你每天去公园都走同一条路，明天换一条走，这样大脑就要重新记忆路线，这就是很好的训练。换手刷牙，如果你习惯用右手，偶尔试试用左手，这会刺激大脑的另一边。学几句简单的英语或日语，不用学很多，每天学1句就好。学用手机，学怎么拍照，怎么传 LINE， 怎么转账，这些对年轻人来说很简单，但对长辈来说是很好的脑力训练。玩益智游戏，但要换着玩，今天玩数独，明天玩拼图，后天玩记忆游戏，不要一直玩同一种。学一个新的菜色，看 YouTube 学怎么做一道新菜，这会用到记忆、手眼协调、计划能力。记住，学新东西的时候，一开始一定会觉得困难、挫折，这是正常的。但正是这种困难感，再告诉你，大脑正在成长，不要放弃，慢慢来就好。让脑子忙一点，它会陪你久一点。这句话，请你记在心里。我想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有一位阿姨，我叫她阿琴姨，67岁，住在台中后里。她来找我的时候，家人说她这1年变化很大，记性变差，脾气暴躁，白天都在睡觉，不想跟人说话。我问他平常怎么生活，他说早餐吃稀饭配酱瓜，中午吃烫青菜和豆腐，晚餐也差不多，很少吃肉，蛋黄都丢掉。他一个人住，儿女都在外地工作，平常没什么人可以说话。他每天睡10个小时以上，中午还要睡2、3个小时的午觉。他每天就是看电视，什么新东西都不想学，觉得自己老了，学不会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今天讲的4个习惯：吃太清淡，少说话，睡太多，不动脑。我跟阿琴姨说，你的脑子不是坏掉，是饿坏了，闷坏了。我们来做4个改变。第一，每天吃1颗蛋，1周至少吃3次鱼。我推荐他吃秋刀、鱼和蒸鱼，便宜又有营养。第二，每天去市场买菜，跟老板聊聊天，去公园跟其他阿姨聊天。第三，午睡只睡20分钟，晚上睡7到8小时就好。第四，我教他用手机看 YouTube， 学一些简单的料理。3个月后，阿琴姨回来复诊，她的儿子跟我说，妈妈整个人都不一样了，反应变快，心情变好，记性也恢复了不少。这不是奇迹，这只是把脑子需要的东西还给他。总结一下今天的4个行动：吃对，1天1颗蛋，1周3次鱼；说话，每天至少跟3个人聊天；睡刚好晚上7到8小时，午睡20到30分钟；动脑，每天学一个新东西，可以很小，但要是新的。这4件事，每一件都不难。但坚持下去，可以保护你的大脑20年。人生下半场，比的不是谁走得快，而是谁脑子清楚。我常常在想，什么是幸福的老年？是活得很长吗？不完全是。我看过很多病人，活到90岁、100岁，但最后10年都不认得家人，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需要人喂饭、换尿布，
这样的长寿对他们自己和家人来说都是一种折磨。真正幸福的老年是活得有尊严，是你能够走到河滨公园散步，自己决定今天要走哪一条路，是你能够去全联买菜，记得哪个东西放在哪一排，记得要买什么，是你能够打电话给孙子，清清楚楚地问他最近过得好不好，功课有没有进步，是你能够在过年的时候跟家人围在一起吃饭，记得每个人的名字，记得每个人的故事。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事，其实都需要一个清楚的脑袋，而这个清楚的脑袋不是靠运气，是靠你每一天的选择。今天我跟你分享的4个习惯，吃对、多说话、睡刚好，动脑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它们是保护大脑最有效的方法。你不需要吃昂贵的保健品，不需要做复杂的训练，只要从明天开始，在你的餐桌上放1颗蛋，出门去跟人说说话，不要睡太多，学一件新的小事，就这样，改变不会马上发生，可能要1个月、3个月、半年，你才会发现自己的记性变好了，反应变快了，心情也变开朗了。但请相信我，这些改变是值得的，因为你值得拥有一个清楚的脑袋，陪你走完人生的下半场。如果你愿意一起守护自己的脑袋，请在下面留言，我要大脑健康，让我看到你的决心，也让我知道有多少人被意味了自己的未来。开始改变，记住，从今天开始，永远不嫌晚。谢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次见。